好呀，那咱们来咱这的这些得来是吧？那先跟大家问好，就是我们大家有一个礼拜没有见面了，所以今天能够见到大家非常的开心。那上一堂课呢，就是我们介绍到就是50万加行，就是关于说如何去念10万密集码的这个前行。那在念诵10万密集码的时候呢，我们讲到透由7种智慧呢，来对宗喀巴大师呢做祈请，就是能够获得7种智慧，跟宗喀巴大师祈请之后呢，获得7种智慧。那在做密集玛的这个50万加行之前呢，那同样呢，我们也是把这个50万的念诵密集玛呢，同样分为前行、正行还有结行呢这3者。那前行呢，就讲到说我们要升起皈依、发心以及四无量心这3种。那正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配合着尊长于切。然后呢，从多帅内院迎请父子3尊，然后迎请之后呢，就是我们做7支供养。那7支供养之后呢，我们就是对迎请宗喀巴大师之后，我们就是祈请宗喀巴大师的加持，希望能够获得成就。那我们所要获得的成就呢，最主要呢就是希望说能够净除我们所有不清净的这一种。净除不净，那以及呢去除无明的这2种。那净除不净呢，对于说7种智慧的这种观修方式呢，应该是大同小异的。那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于说就是去除无明这方面的成就。那在去除无明这方面的成就呢，就上次我们讲到说透由就是身的方式呢，能够获得广大智慧。那透由语的方式呢，能够获得明了智慧。那透由种子呢，能够获得迅速智慧。那透由法器呢，能够获得甚深智慧。那透由经函呢，能够获得就是讲说的智慧。那以及透由见轮呢，就是由智慧验见所组成的法轮呢，能够获得就是辩论的智慧。那以及最后呢，就是透由经典还有智慧验见呢，能够获得著作的智慧。那我们上次最主要是讲到说透由身呢获得广大的智慧。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继续讲述到其他6种智慧该如何去做祈请，想要获得6种智慧该做怎么样的祈请。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说就是祈请获得加持的时候呢，也是分为3种加持的方式。那一个呢，就讲到说外在相似的加持。外在相似的加持，以及内在功德的加持，还有秘密呢，就是和本尊无二的加持这3种。那外在呢，就是相似的加持，我们上次有讲述到呢，就是观想说呢，就是所有的悲心呢，最殊胜的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没有比观世音菩萨的悲心呢还要来得更为殊胜的菩萨。那同样的呢，在智慧里面最殊胜的呢，就是文殊菩萨，没有其他菩萨的智慧呢，能够比过于就是文殊菩萨。那同样呢，宗喀巴大师的悲心以及智慧呢，就如同观世音以及文殊2位菩萨一样，所以透过这方面去做祈请呢，是外在相似的祈请。那至于说内功德的加持呢，内功德加持的祈请呢，就是我们观想到说，观世音菩萨心绪之中的悲心呢，和宗喀巴大师心绪之中的悲心呢，是无二无别的。那同样的呢，文殊菩萨心绪之中的智慧呢，和宗喀巴大师心绪之中的智慧呢，是无二无别的。所以由此呢，对宗喀巴大师做祈请，希望能够获得和宗喀巴大师一样的悲心以及智慧的功德。那因为他的功德是和文殊和观音是同等的缘故，所以同样呢也能够获得和文殊以及观音呢同等的智慧及悲心，所以这是属于内功德的祈请。那第3个呢，就是秘密祈请呢，就是和本尊作为无二的祈请。那我们知道呢，诸佛悲心呢所显现的本尊呢，就是观自在菩萨；那诸佛智慧所显现的本尊呢，就是圣文殊。那诸佛的力的智慧，诸佛力的功德呢所显现的本尊呢，就是金刚手。那我们知道呢，宗喀巴大师呢，他本身呢就是观音以及文殊还有金刚手呢，就是3护主的化身。所以呢，我们把宗喀巴大师呢视为如同观音以及文殊、金刚手3尊呢，作为无二无别，然后以这种方式呢，然后做祈请。所以这是属于秘密，就是和本尊无二的祈请。那所以呢，我们在做这种内外密3者的祈请的时候呢，那
外在就是相似的祈请呢，主要是祈请获得教功德的部分。那后面呢，就是内在功德的祈请，以及秘密的祈请呢，和本尊无二的祈请，这两者呢，主要是祈请能够获得正功德。所以三者呢，就是合起来是祈愿能够获得较正的功德。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讲到说，我们正行呢，在做祈请的时候呢，就是一开始从兜率内院以请父子三尊。那迎请父子三尊之后呢，就是做七支供养。然后做完七支供养之后呢，我们就是来念诵密支玛，然后边念诵密支玛的时候呢，边做祈请。那一开始的这个祈请呢，就讲到说，就是七种智慧的祈请，一开始这种去除不净的祈请呢，都是一样的祈请方式。所以就讲到说，一开始我们就观想前方已经引起了父子三尊，那父子三尊心间呢，它就放出白色的光明。那这个光明呢，它就如同线一样，就是没有很粗，是细的，就是细线。但是这个细线呢，就是又有点像吸管一样，就是它里面是中空的。那父子三尊心间放出来这个白色的这个光芒呢，如同细线的这个光芒呢，到我顶门之前呢，就是三条线汇为一条，然后呢，同时呢，就是从我的顶门进入。所以大家在观想那个心中的父子三尊心中的那个线的时候呢，就是要观想是细的线，不要观想太粗。然后进入我的顶门之后呢，那父子三尊同时从心间呢，就是放出白色的甘露以及白色的光芒，然后就像那个我们在挤牛奶一样呢，就观想他说一滴一滴的呢，就从我们的顶门流入，然后这个甘露还有白光呢，就从顶门进入之后呢，从我们的脚底下，然后一直往上面，就是慢慢的就是填满，然后直到我们的脚底到顶门呢，全部都充满白色的光芒以及白色的光明。那充满白色的光芒还有光明之后呢，甘露还有光明之后呢，我们就观想说，我们所有一切的无明呢，就像是黑暗里面点灯一样，我们心绪中所有的无明呢都尽除，然后呢，我们的身体呢变得非常的洁净，如同琉璃一般。那这种观想方式呢，就是去除不净的这种祈请。那这种观想呢，在就是七种智慧观想之前呢，全部都要做这种去除不净的祈请。所以大家才讲到说，七种去除不净的祈请呢，是七种智慧呢共同的这种观想方式。那以上呢三种祈请呢，就是内外密三种祈请呢，它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祈请能够去除不净的这种祈请。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透由七种智慧呢观想，就是获得去除无明的祈请。那我们之前已经讲到呢，透由生之门呢做广大智慧的祈请。那不过呢，我们这些堂课呢，就是再重新复习一遍，就是由生之门呢做广大智慧的祈请呢，就是如同刚才一样。那不过呢，刚才我们是观想说父子三尊的心间呢，就是放出三条，就是他们的心间呢，就是放出白光。那白光呢，就是中间呢是中空的，然后在我们的顶门的之前呢汇合，然后进入我们的从顶门呢进入我们的心间。不过呢，现在就是在做广大智慧祈请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观想就是父子三尊放出的光芒呢，它是红黄色的光芒。那之前呢讲说去除不净是白色的光芒，那现在呢它所放出呢是红黄色的光芒，然后呢甘露呢也是红黄色的。那不过呢，就是这个甘露光明呢，在从我们顶门进入的时候呢，每一个甘露里面呢，就是都有一尊非常微小的，就是红黄文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五文殊里面呢，五文殊里面的主尊呢，就是红黄文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观想呢，红黄色的甘露呢，充满我的光芒，还有甘露呢，充满我的全身。那同样的呢，红黄文殊呢，也就是充满我的全身，然后没有任何的空隙。我的身中呢，就是充满非常细微的这个红黄文殊的身相。那等到我身体之内充满了红黄文殊之后呢，那就观想呢，就是从我身上呢放出光明。那我身上的光明呢，就到十方世界呢，就是照射到十方诸佛菩萨，然后呢引请十方诸佛的智慧呢，然后到我的心间。那引请十方诸佛的智慧的时候呢，那就观想十方诸佛的智慧呢，它化为就是各式各样大大小小不同的红黄文殊。所以呢，就观想有无量的红黄文殊呢，就是体性呢是诸佛菩萨的智慧，但是呢，它所现的形象呢，就是红黄文殊的形象。那这些无量的红黄文殊呢，也同样的呢，就是从我的顶门或是从我全身的毛孔进入呢，然后进入之后和我原本身体里面的红黄文殊呢，就是融合
所以就观想我心绪里面呢充满了文书以及红黄色的这种光芒。那充满了文书以及红黄色光芒之后呢，就观想说我获得了十方一切诸佛呢，就是了知一切诸法的智慧。而且这种智慧呢，就是不需要依靠他人，能够透由智力呢，去了解到诸法呢它所有的意趣，能够了解说诸法它所有的内容的这种智慧，如同文殊菩萨一般。那这种祈请的方式呢，就是透由生之门呢做广大智慧的祈请。那第二个呢，我们就讲到说呢，透由语之门呢，然后做就是明了智慧的祈请。那同样呢，在做语之门呢，透由语之门呢，做明了智慧的祈请之前呢，我们同样呢也是要做这个去除不净的祈请。所以七种智慧呢，它同样呢都分为就是去除无明以及去除不净的祈请。那去除无明的祈请呢，就是我们这边呢再解释一遍。那后面呢我们就不再做解释了，因为它全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呢，在做去除不净的祈请呢，我们先观想父子三尊的心间呢，就是放出白色的光明。那这个白色光明呢，就如同细线一样，但是呢，它中间呢是中空的。然后呢，在我们的顶门之前呢，就是三者呢合而为一，然后从我们的顶门进入。那进入之后呢，就从父子三尊的心间呢放出白色的甘露还有光明，然后从我们的顶门进入之后呢，从我的脚底呢到顶门呢，就是充满了白光，还有白色的甘露呢，就是充满全身。那充满白光还有白色甘露之后呢，那净除呢我所有的无明，就如同说我们在黑暗里面呢，暗室里面点灯一样，当灯点亮之后呢，一切都变得清楚一样。那观想呢，心绪之中的无明呢，也由此而净除。那身上呢，我们的身体呢，变得非常的清净，如同琉璃一般。那这种观想方式呢，就是去除不净的祈请。那所以在观想七种智慧呢，同样都分为就是去除不净以及去除无明。那去除不净的观想方式呢，那全部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说，透由语之门呢，然后获得明了智慧的这种去除无明的祈请方式。那同样呢，我们就观想就是父子三尊呢心间放出光芒。那这个光芒呢，同样呢也是红黄色的光芒。那它就如同细线一样呢，也是在我们的顶门汇合之后呢，然后从我的顶门进入，然后进入之后呢，就观想从父子心间呢放出红黄色的光芒，还有红黄色的甘露呢，然后从我的顶门进入。那不过呢，这次跟刚才广大智慧不同的地方呢，刚才广大智慧所观想的是在甘露里面呢，就是甘露的围城呢是红黄文殊的形象。那现在在甘露的围城里面呢，就观想是阿拉巴扎那，就是文殊的心咒阿拉巴扎那，或者说呢像是密兹玛的文字。那观想这些呢阿拉巴扎那还有密兹玛文字的这个甘露呢，就是充满我的心中。那充满我的心中之后呢，那就观想这些甘露呢，就是这些阿拉巴扎那还有密兹玛的这个文字呢，从我体内放光，然后呢照射到一切诸佛，然后呢引请诸佛加持的语加持。那虽然呢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语加持的功德，但是它观想呢所显现的呢，就是变成阿拉巴扎那的文字，或者说密兹玛的文字，或者说我们梵文里面呢，就是16个字母以及36个辅音的这个文字，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咖喱或者是阿利的这个梵文的文字的形象呢，然后同样呢就是从我的顶门或是从我全身的毛孔呢融入，然后与我原本心绪之中的阿拉巴扎的文还有密兹玛的文字呢融合，然后由此呢获得诸佛的语加持。那获得语加持之后呢，就观想透由获得诸佛语加持的缘故呢，所以我能够如实了知一切诸烦恼品就是所要对治的烦恼品，以及呢所要获得的功德品呢，就是白净恶法呢。那对于说白净恶法一切的取舍呢，我都能够如实的了知，而且呢，就是如同毛端一般的这种细微的取舍呢，我也透由智力呢，能够抉择的清楚。那这种智慧呢，就是所谓的明了智慧。那第三个呢，就是透由种子智呢做迅速智慧的祈请。那同样我们讲到说，在做这个7种智慧的祈请之前呢，那一开始呢就要先观想就是白光还有白色甘露呢，就是去除不净的祈请。那做完去除不净的祈请之后呢，那再来做就是去除无明的祈请。那透由呢就是种子智呢，然后去做去除
去除无明的获得迅速智慧的祈请呢，那观想的方式呢都是如同上面。不过这时候呢，就是观想父子三尊呢从心间流露出来的光明呢，它同样也是红黄色。不过呢，里面的甘露呢，刚刚我们说是就是阿拉巴占啊，还有说是米兹玛的文字。那不过呢，现在就变成种子字，就是变成了地质或是细字或是哄字，就是观想这3个种子字。那从我们顶门进入之后呢，那具有3个种子字的这个甘露光明呢，就是充满我的全身之后呢，那同样的呢，就是从我身体放光之后，然后引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迅速智慧。那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迅速智慧呢，被我们引请过来之后呢，它同样呢也是显现为就是地质、细质还有哄质呢3个种子质。那同样呢也是融入从我的顶门以及我的毛孔呢融入我的全身。那融入我的全身之后呢，就观想呢我去除了一切的无明，然后获得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迅捷的智慧。那获得这个迅速智慧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对于我所有未通达的，还有说我所有邪分别，就是我所理解错误的，以及所有的犹豫呢，它完全都能够尽除。而且对于说我只要接触到的这些经论呢，我就能够如实快速的了知的这种智慧。那这个呢，也就是所谓的迅速的智慧，或是迅捷的智慧。所以呢，从这边呢，我们可以了知说，透由就是生之门呢，祈求广大智慧；透由语之门呢，祈求明了智慧；以及透由种子智呢，祈求迅速智慧呢，它的观想呢是大同小异的。那唯一的差别呢，就是在透由生之门呢，祈求获得广大智慧的时候呢，那最主要呢，我们是甘想说甘露围城呢，它全部都是化为就是文殊的相貌，那充满全身之后呢，就是放光，然后引请诸佛一切的诸佛菩萨的智慧呢。不过引请过来的时候呢，诸佛的智慧变成呢就是大小的文殊像，然后融入于我的身体之内。那透由语之门呢，做明了智慧的祈请的时候呢，是甘想说这个甘露的围城呢，它里面是充满了就是阿拉巴占那或者说是密斯玛的文字。那充满全身之后呢，那放光就是引请诸佛菩萨所有的语加持。那这个体系呢是诸佛菩萨的语加持，但是呢，它所显现的相貌呢，就是阿拉巴占那或是密兹玛的文字，或者说我们讲说梵文的字母呢，就是咖喱和阿利的这些文字呢，然后同样的融入于自己的身体。那透由就是种子智呢，祈求获得迅速智慧呢，那就是观想呢，就是甘露的围城呢，就是变为地质、细质还有哄质3个种子质，然后呢放光，从我们放光之后呢，然后引请十方诸佛所有的迅速智慧。那十方诸佛菩萨所有的迅速智慧呢，它也是变为就是地质、细质、哄质之后呢，然后融入于我的体内。所以呢，它除了观想的形象不同之外呢，那观想的方式呢是大同小异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观想呢，就是透由法器呢，然后做甚深智慧的祈请。那同样呢，在做甚深智慧的祈请之前呢，我们是要先观想呢，就是白光的去除不净的祈请。那以及呢，之后呢，再做这个去除无明的祈请。那透由法器呢，做获得甚深智慧的这种去除无明的祈请呢，那同样也是一样，就是观想父子身尊的心间呢，就是放出红黄色的光芒，然后它也是如同细线，然后中间呢是中空的，然后放出呢红黄色的甘露以及光芒。那每一个甘露的围城呢，它所显现的形象呢，就是智慧焰剑，就是智慧的火焰剑，然后呢还有般若金函的形状。然后呢，也是从我的顶门进入之后呢，然后充满我的全身。那我的全身呢，都充满了这红黄色的甘露之后呢，那观想就是我身体里面的这些智慧焰剑，还有般若金函呢，就是放光，然后照射到诸佛菩萨，然后引请诸佛菩萨所有的甚深智慧呢，然后诸佛菩萨的甚深智慧呢，也是化为就是智慧焰剑的形状，还有般若金函的形状呢，然后遍满于虚空。然后最后呢，从我的顶门以及我周身所有的毛孔呢，就是融入于我身，然后和我身体里面的智慧焰剑以及般若金函融入之后呢，那观想呢，就是获得了甚深智慧。那甚深智慧呢，就是对于说诸佛所有的这种经教的这一种
文字以及他说每一个文字所代表的意义呢，我都可以透由百千万的理路呢去入每一个文字以及每一个文字呢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每一个字呢都可以有百千万的理路呢去理解它，就是在去路之后呢，能够再由新的理路呢不断的去路，那这种智慧呢就是甚深智慧。那接下来第5个呢，就是透由透由经典呢，然后来做讲说智慧的祈请。那一样呢，就是要先做观想呢，就是白光呢去除不尽的祈请之后呢，然后再做这个透由经典呢，然后来做获得就是讲说智慧的这个去除无明的祈请。那同样呢，他祈请的方式也是一样。那不过呢，就是父子三尊呢心间所放出的这个红黄色的甘露光明里面呢，它所显现呢就是经典的相貌。那这个经典呢，就看我们所要讲述的呢是什么样的内容的经典呢，那它就化为什么样的经典。就比如说呢，现在呢想要为大众讲述的呢是道次第的话呢，那这个经典呢它就变成道次第。那如果说要为就是其他人讲述的呢是关于说般若的内涵的话呢，那就观想这个经典呢成为般若经的这个经涵。所以就看说你所要讲述的是什么的经典呢，那这个经涵呢它就变成哪一部经。那同样的呢，就观想呢，这个经函呢，就是充满于就是甘露的这个光明呢，然后里面是经函的这个甘露呢，充满于我全身之后呢，那我身上呢就是放光，同样呢照射到十方一切诸佛菩萨，那引请诸佛菩萨所有的讲说的功德呢，然后诸佛菩萨所有的讲说功德也化为就是经函的相状呢，然后融入于我身。那我讲述的功德呢，就如同像是无着还有世亲兄弟一样，有和他们一样这种讲说的功德，而且在讲说的时候呢，就是尽除一切对于说我对所有讲说内容的文字以及意义的无明呢，皆能够尽除，而且在讲说的时候呢，能够毫无颠倒错误的呢为他人讲说，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透由经函呢祈求获得讲说的功德。那第6个智慧呢，就是透由呢，就是见轮呢，然后做就是辩论智慧的祈请。那同样呢，也是分为一开始呢，就是去除不尽的祈请呢，以及之后呢，就是观想见轮呢，去除无明的祈请。那在去除无明的祈请呢，那同样呢，也是观想呢，就是父子三尊的心间呢，放出红黄色的光明以及甘露。那每一个甘露里面的围城呢，它就是化为就是见轮的相貌。那见轮呢，指的是他所就是六福轮，就是他的剑呢是文殊菩萨右手所拿的智慧焰剑的形状。那中间呢就是有一支智慧焰剑，那智慧焰剑呢是就是文殊菩萨右手拿的智慧焰剑。那在这智慧焰剑的下方呢，就是有六支宝剑呢，就是6支智慧焰剑呢，就是依序排列，所以它是一个6福轮的智慧焰剑。那在中间的这个宝剑呢，就是最下方就是手握的文殊菩萨手握的这个剑柄的这个地方呢，然后上面有一个月轮殿。那月轮殿里面呢有一个地字，那这个地字呢就是非常的清楚，然后呢非常的剔透光明。那其他的6把剑呢，就是这把中间的这一剑呢，然后其他的这6把剑上面呢，它也有一个月轮。那这上面的月轮呢，就是照着阿拉巴扎那底的这个字呢去做排列。然后每一柄剑的中间呢，就是剑跟剑呢，就是接触的中间呢，也都有一个月轮。那每一个月轮上面呢，就是有一个地字。那就是观想这样子的，就是剑轮，就是智慧焰剑所成的这个法轮的这个形状呢，那它是6福轮的这个智慧焰剑所成的法轮。那观想呢，就是每一个甘露的光明里面呢，都有这个智慧焰剑所成的这个法轮呢，然后同样的呢，充满全身。那充满全身之后呢，就放光，然后呢，就是照射到诸佛菩萨，然后引请诸佛菩萨所有辩论的智慧。那诸佛菩萨辩论的智慧呢，也是化为这个智慧焰剑呢所成的法轮，然后融入于我的心中。那融入我心中之后呢，就观想呢，我获得了和十方诸佛一切菩萨呢相同的这种辩论的智慧。那特别呢，就是我心绪之中辩论的功德呢，就如同以前二圣六庄严里面的陈那还有法身一样，如同他们辩论的智慧一般。那具足了这样的辩论智慧呢，那最主要呢是为了说破除
他有情心绪之中的邪执，为了破除他有情心绪之中邪执的缘故呢，而获得此就是圆满的辩论的智慧。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说，获得这个辩论的智慧呢，并不是为了说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呢，能够获得就是辩赢别人，或者说不要辩输别人，并不是为了这种意乐呢而获得辩论的智慧。最主要呢，是为了去除他有情心绪之中的邪执呢，而获得这种殊胜圆满的辩论智慧。那最后呢，就是第7个呢，就是透由就是经典以及智慧见闻呢，然后来做就是著作智慧的祈请。那同样呢，也是或为一开始分为呢，一开始呢去除不敬的祈请，然后呢，以及之后呢，就是观想经典还有智慧见闻呢，然后获得就是著作，然后呢去除无明的这种祈请。那同样呢，我们在祈请的时候呢，也是透有就是念诵密兹玛之后呢，然后观想呢父子三尊的心间呢放出就是甘露光明，那这同样呢是红黄色的甘露光明。那在甘露的这个围城呢，它所显现呢就是经典以及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就会智慧见所成的这个法轮的形象呢，然后融入于我的心中。那这个经典呢，就是看你是想要著作哪方面的论著的话呢，就是你所要论著呢，然后你所要论著的内容呢，就变成这个经典的这个形状。那就观想经典呢，还有智慧见闻呢，融入于我身。那融入我身，充满我身之后呢，那在我心中就是放光，然后照射到十方诸佛一切菩萨，然后引请十方诸佛一切菩萨呢，就是著作的智慧，然后融入呢于我身。然后呢，诸佛菩萨的论著的智慧呢，同样呢，就是也化为经函，还有智慧验见所成的法轮的形状呢，然后融入于我身，然后观想呢，我获得和十方诸佛一切菩萨呢相同的这个著作经典的这种智慧。那我所著作的这个智慧呢，就如同以前印度的马明菩萨，或者说像是月光论师一样，因为听说这两位论师就是在著作方面呢，就是特别的善巧，所以如同马明菩萨以及月光论师呢，和他们一样的这种著作的这种善巧。那同样的呢，就是观想呢，尽除我所有著作呢，所有一切的疑惑以及无明呢，皆能尽除，然后获得圆满的能够著作的这个智慧。那以上呢，我们就讲到说，为了获得成就呢，然后做7种智慧的这种祈请。那成就智慧呢，做这种7种智慧的祈请。那也就是呢，透由生之门呢，获得广大智慧，获得广大智慧的祈请；透由语之门呢，获得明了智慧的祈请；那透由种子智呢，获得迅速智慧的祈请；那透由呢，就是透由经典呢，然后获得呢甚深智慧的祈请，那以及透由就是智慧见的这个法轮呢，智慧见所成的法轮呢，然后获得就是讲说智慧的祈请，那以及呢就是透由就是经论以及见函呢，然后获得就是著作智慧的祈请，那就是分为呢这7种的祈请。那这7种祈请呢，不需要说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就是一次呢将它全部呢都观修完毕。那比如说在三大师呢，他最注重的呢就是关于去辩论场辩论的时候，那有一些就是学生呢，他在去辩论场开始辩论的时候呢，可能他辩论的这个理路呢，一直没有办法就是学起来的时候呢，那他的老师呢就会教接他说，就是先去做这一种就是辩论智慧的这个祈请，先去做个这种祈请呢，做1-2个月。那等到去做这种观修之后呢，那他可能之后呢，他就能够对于辩论的这个理路呢，他就能够慢慢的通达。所以就是说，大家在做这7种智慧的祈请的时候呢，不用说在一次呢就全部都要把它圆满，就是看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呢是哪一种智慧。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比较希求广大智慧呢，那你就做广大智慧的祈请。那你如果想要的是明了智慧，或是迅速智慧，或是你想要获得甚深智慧，或是讲论著呢3种智慧，就看你最需要哪一种呢？那你就对那一种智慧的祈请呢去做所缘形象的这种观修。那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就是我们做密兹玛这个观修呢，就讲到说，就是分为前行、正行以及结行的部分。那前行呢，就是透由一开始的呢皈依发心号四无量心呢作为意乐之后呢，那
就是到兜率内院呢，迎请父子三尊，然后迎请父子三尊之后呢，就是做七支供养。那做完七支供养之后呢，那就开始了就是正行的这个祈请。那祈请呢，也就是我们说为了获得成就智慧呢，做这种七种智慧的祈请，或者说刚我们所讲到呢，就是透由外在相似的祈请，或是内功德的祈请，以及秘密呢，就是与本尊无二的祈请。那做完这些祈请之后呢，再做成就智慧七种智慧的这种祈请。那这些祈请之后呢，就看你这一座密兹玛呢，看你是要念，就是要念10万遍嘛，那就看你这一座呢是念，就是看是说400还是500还是1000遍呢，那都可以。那在要结束的时候呢，这一座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观想，就是前面的父子三尊呢，就是克主节呢，还有假曹节呢，就是融入于宗大师。那宗大师呢，连同他的坐垫呢，还有乐垫呢，就是从我的顶门呢，就是进入，然后融入于我的心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念诵具德珍贵根本之上师，请来安住我顶莲月座，并以深深恩惠摄持我，赐予身语意志诸成就。那边念这个寄诵的时候呢，就是边观想的宗喀巴大师呢，从顶门呢，然后融入到我的心间。那到融入到我心间之前呢，就观想我的心中呢，我的心呢，就如同8瓣莲花一样打开。那宗大师呢，他就安住在就是我的这个心间的莲花之上，那和我呢心绪之中的最细微的心光明以及心风呢，就变为无二。那变为无二之后呢，就观想这个松鹤巴大师呢，他何时呢都是安住在于我心间的这个莲月座之上。那我之后呢，无论说像是在吃饭也好，或是在喝水的时候呢，都要对宗喀巴大师呢做供养。那能够去做这样供养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累积到就是无边的福德。那所以呢，我们在观想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呢融入于我心间的这个莲花之上的时候呢，和我心绪里面最细微的心以及心风呢，变为无二无别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就观想说我的心绪呢获得加持，然后呢，发愿回向的时候呢，就回向说，我今生以及来世呢，都能够跟随于宗喀巴大师学习，而且在生生世世呢，都能够学习到宗喀巴大师的教法，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回向。那这个呢是做第一座的时候呢，做这样子的观想。那同样的呢，就是一天如果是分4座的话呢，那后面的2、3、4座呢，也是做如是的观想以及如是的发愿和回向。所以以上呢，我们就是对于说5种10万加行呢，除了百字明之外呢，那其他4种10万加行的观修方式呢，就是做一个大概的解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就回复到就是安乐道论的正文。那因为中间呢，我们有一段时间呢没有讲述到安乐道论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再把安乐道论呢，就是稍微呢做一个复习。那我们就讲述到说，一开始呢，我们在学习道次第的时候呢，它分为了就是4个最主要的根本的科判。那这4个根本的科判呢，就是第一个呢，未显其法根源尽故呢，开示造者殊胜。那第二个呢，令于教授起敬重故，开示其法殊胜。第3个，如何说闻2种殊胜相应正法，以及第4个呢，如何正以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那第一个呢，未显其法根源尽故呢，开示造者殊胜，最主要就是讲述到说，我们为了表示呢，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法的根源呢是清净的缘故呢。那法的根源到底是谁呢？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一切诸法的根源就是来自于世尊。那同样呢，对于说论著的著者呢，像是阿底峡尊者或是宗喀巴大师呢，对于他们的传记呢，我们倒能够了解。那如果说最好的话呢，当然是对于说所有一切我们传承祖师所有的传记呢，我们都能够理解呢，那这是最好的。所以第一个呢，讲到说未显其法根源尽故呢，开示造者殊胜。那第二个呢，令于教授起敬重故，开示其法殊胜。那第二个呢，就是为了对说我们所要学习的这个经论呢，要了解说，为了能够升起一个希求的心呢，对这个教授升起恭敬以及尊重的心呢，所以要讲述说这本论点呢，它的殊胜之处呢，在于什么地方。那第3个呢，就讲述到说，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学习的话呢，那对于说听闻者呢，该如何的去听闻，以及讲说的人呢，该如何去讲说。所以讲到说如何说闻2种殊胜相应正法。那最后呢，就讲到说如何正以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那讲到说呢，如果说我们开始正教授，就是我们开始正修行的时候呢，该如何去做呢？那一开始呢，又把
如何正以教授引导学徒次第呢，又分为2个科判。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道之根本呢，亲近知识轨理。那以及第2个呢，就是既亲近以呢，如何修心次第。那道之根本修心次第轨理呢，又讲到说，就是我们对于说，我们说依止的善知识呢，还要具备怎样的功德呢？我们要能够理解，以及对于说我们所要学的人呢，要具备哪样子的功德，还有说呢，就是我们了解这些之后呢，该如何的呢去依止我们的上师？那还有说依止的过患，还有呢不依的依止的胜利，还有呢不依止的过患。所以讲到说所依善知识之相，能依学者之相，然后呢彼应如何依师之理，还有说依止的胜利，还有唯一的过患。那在讲完这些呢，就讲到说，那接下来呢，既亲近，就是我们亲近善知识后，该如何的去修心呢？那这边呢，又讲到说，就是与有暇生呢，劝取心要，还有呢，如何摄取心要之理。那与有暇生劝取心要呢，我们就讲到说，暇满人生的义大以及难得。那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如何正以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呢，就讲到说道之根本亲近知识轨理。那就讲到说，那我们了解到说，如何亲近善知识呢？就讲到说，既亲近以呢，如何修心次第。那既亲近善知识之后呢，该如何修心呢？那一开始呢，就要说与有暇生呢，劝取心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呢，获得了这个珍贵的暇满人生之后呢，那劝取我们呢要去取心要。那所以在这个科判里面呢，就讲述到说呢，第一个呢就是证明暇满，就讲述到说呢，我们的人生呢是如何的殊胜，因为呢，它去除了8种无暇，而且获得了呢就是自圆满以及他圆满的10种圆满，所以获得了呢这种去除8无暇以及自他10圆满的这个暇满人生之后呢，那这个暇满人生它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呢，获得这个暇满人生呢，它是比我们获得如意宝呢更为百千万倍的殊胜。为什么获得暇满人生呢？它是比我们获得如意宝呢还要来的更为百千万倍的殊胜呢？因为获得了暇满人生之后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来生呢不堕入恶趣。或者说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来生获得解脱，以及呢，它可以帮我们获得呢一切遍智。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获得如意宝呢所不能承办的缘故，所以才讲到说，获得了暇满人生之后呢，叫如意宝呢殊胜百千万倍。所以获得了这个殊胜的暇满人生之后呢，我们不应该只浪费这个暇满人生呢，仅仅追求于今生的安乐。那为了不浪费这个暇满人生呢，所以我们要取这个暇满人生的心要。那如何去取这个暇满人生的心要呢？第一个呢，就是要去想说到这个暇满人生呢，它的意义呢是非常的珍贵的，它的意大，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呢获得解脱以及一切遍智。那同样的呢，去思维到说暇满人生呢，它是难以获得的。那暇满人生难以获得呢，我们就讲到说，透由譬喻方面呢，去思维说暇满人生难得，以及透由暇满人生的因呢，去思维到说呢，暇满人生呢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获得了这个暇满人生之后呢，我们就要去取这个暇满人生的心要。那如何摄取心要之理呢？那就讲到说，于共下士道呢修心的次第，还有于共中士道呢修心的次第，还有于上士道呢修心的次第。那我们之前呢是讲述完的，就是于共下士道修心的次第，以及于共士道修心的次第。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讲述到说呢，上士道呢该如何的去修心。那同样的呢，我们这边呢，就是稍微的呢，就是帮助大家复习一下呢，就是共下士道的内容。那在共下士道呢，在安乐道论里面呢，它就是分为了4个科判。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要念死无常；那第2个呢，就讲到说思维恶趣苦；那第3个呢，讲到说皈依三宝；那第4个呢，就讲到说深信业果。那这个最主要去思维呢，为什么要去念死无常呢？那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今生呢，并不是说今生结束之后呢，新的续流就断掉了，而是我们在今生死亡之后呢，我们新的续流呢会不断的延续下去，然后在来生呢不断的结生相续。那我们在死了之后呢，就是结生上去呢，要么就是投生在善趣，要么呢就是投生在恶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思维到说，因为呢，从无始以来呢，到现在呢，我造了无尽的恶业的缘故。如果说我现在断气的话呢，我必定呢，就是快速的呢，会堕落到恶趣里面去。那这个时候呢，就想要说，如果呢，
我到恶趣去的话呢，会感受怎样的痛苦呢？由此呢而升起怖畏。所以呢，一开始呢就讲述到说呢，我们要思维呢就是念死无常，因为我们不知道呢什么时候会断气。那以及说，如果断气之后呢，投身到恶趣，会感受到这种无尽的痛苦呢，所以要去思维呢就是三恶趣的痛苦。那为了避免呢，就是不堕恶趣之后呢，那我们呢就要好好的呢去断恶修善。那该如何的断恶修善呢？那该怎么去断除我们的这些恶行，以及如何去累积善业呢？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去深信呢，就是显示能够教我们断除恶趣、投身到恶趣方法的这个佛世尊，所以由此呢去皈依佛宝。那真正的能够救护我们的呢是法宝，所以去皈依法宝。那以及呢僧宝呢，它是我们的助伴，所以呢去皈依僧宝。那皈依了三宝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了解到说，为什么会堕入于恶趣呢？会堕入恶趣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说我造了无尽恶业的缘故。所以呢，我要是不想堕入恶趣的话呢，那我就要想办法呢去断恶以及修善。所以呢，要想办法断除呢我所造的这些恶业，然后想办法呢去累积善行。那这部分的内容呢，就是在生尽业狗的部分呢，最主要呢就是讲到呢就是断恶修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了解呢，就是业果之后呢，那想到说，我们最主要呢，就是要希求解脱的心，因为身心业果呢，知道说我们呢不想要堕入恶趣呢，那唯有呢就是希求解脱。那讲到希求解脱心的时候呢，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共中师道的内容。那共中师道呢，它又分为两个主要的科判。那第一个呢就是明求解脱之心，那以及第二个呢就是觉着能去解脱道性。那明求解脱之心呢，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要如何升起一个呢，就是厌离轮回，然后希求解脱的心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思维到说轮回的总苦，以及呢就是个别的这种六道的这种别苦。那因为呢，就是我唯有升起了就是想要希求呢，就是想要希求解脱的心的时候呢，我才会想要呢去除这些痛苦。那这个时候呢，才有办法升起了出离心。那升起了出离心之后呢，那就了解到说，那这个时候呢，我所要做的呢，就是呢，想要去脱离这个生死的过患，然后获得呢解脱的这种安乐。那要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才能够获得这一种解脱的安乐呢？那这个时候就要透由就是三学的学习，也就是透由戒定慧三学的学习。所以共中师道它最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如何在升起了出离心之后呢，那我们要透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才能够脱离轮回？那这个时候呢，就讲到三学，就讲到说呢，就是由戒呢生定，然后呢由定呢修慧。那在共中师道内容呢，最主要呢只讲到了就是戒学的部分。那关于说定学和慧学呢，在上师道就是讲到说静虑波罗蜜还有智慧波罗蜜的时候呢，在做解释。那我们在了解说，就是当我们能够获得解脱之后呢，但是呢，我们获得解脱以后呢，并没有将我们所有的障碍呢能够尽除，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障碍呢，可以分为烦恼障以及所知障的这两者。当获得解脱的时候呢，仅仅断除了烦恼障，那所知障呢尚未断除。那同样的呢，所有一切的功德呢，我们也尚未圆满。所以，当我只学习了中士道的时候呢，那只光学习中士道呢，那所获得的果位呢，就是小乘的果位，也就是声闻的果位以及缘觉的果位。那所以呢，为了让我们呢，那我们知道说获得声闻的果位还有缘觉果位的时候呢，它并没有办法让我们呢断除一切的过失，也没有办法让我获得圆满的功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劝发我们，就是升起出离心之后呢，就是不要进入中士道，不要仅仅只学习中士道，仅仅只为了获得解脱。而这个时候呢，就要劝发我们升起一个发心，就是能够帮助自己以及他人呢都能够获得圆满，然后让自己所有的障碍呢能够尽除干净，然后所有的功德呢能够获得圆满，然后由此呢去观修，就是修习呢上士道的修心次第。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当我们进入上士道的时候呢，那上士道呢，无论说我们所学的呢是因位的，就是波罗蜜多乘，或者说要学习果位的呢，就是
密咒金刚乘呢？那最主要呢，一定都是要透由发心，也就是入大乘之门。唯有升起发心之后呢，那才能够进入大乘。所以无论说你所学的呢是因位的般若蜜多乘，或是果位的密咒金刚乘呢，那一开始呢，一定要透由升起大乘的发心，也就是菩提心呢，才能够去入于上师道。所以一开始呢，就讲示到说，显示入大乘之门呢，为是发心。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到就是一开始呢，讲到说就是既亲近与如何修心次第呢，就讲到说与有杂生的劝取心要，以及呢如何摄取心要之理。那如何摄取心要之理呢，就讲到说与共下士道的修心，以及于共中士道的修心，还有呢上士道的修心。那在这边呢，就是安乐道论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第17页，就是后半段的部分，那就讲到说呢，上士道次第呢，就是它的修心呢，又可以分为2部分。那第一个呢，就是发菩提心之理呢，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发心之后呢，如何修习菩萨行之理。那第一个呢，发起菩提心之理呢，还有分为2个。那第一个呢，就是正发菩提心。那第二个呢，我们发起菩提心呢，就是该如何呢去受持发心的仪轨。那正发菩提心的部分呢，还有分为2个。那一个呢是属于七因果教授的这种发心方法，那第二个呢是属于自他换的这种发心的方法。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就先讲到这个部分。那详述的内容呢，我们下一堂课呢再继续的做解释。